这时，请咱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马太福音书第25章34到40节。然后王要对伊正边的人讲：“望我爸赐福的人啊，恁来承受对创世以来就为恁有备的国度。因为我枵恁互我食，喙焦恁互我啉，我流落异乡恁收留我，我赤身裸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照顾我，我坐监恁来探望我。”迄时，遐个义人要回答：“主啊，阮什么时阵看到你枵，互你食，喙焦互你啉？什么时阵看你流落异乡收留你？看你赤身裸体，互你穿？阮什么时阵看你破病，也是坐监去探望你？”王要回答：“我心中甲恁讲，既然恁为对我的中间上至密实一个人做，就是为我做。”第二个圣经是《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伫逐种的事工的顶面，互恁留着模样，甲恁讲，恁应该安尼温群工作来帮助软弱的人，爱记你主耶稣亲自讲过的话，互人的比对人提的较有福气。圣经以上，愿咱拢会当照主教示咱的话去行。今仔日咱主任牧师、蔡牧师要带互咱的信息是木星系列29分享，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咱教会关怀主日，咱特别要关怀阮厝面的传道书，一寡生活的补助，一个奉献主日。咱也真感谢淡农教会甲咱做伙敬拜上帝，因拄则伫第二堂有若有献诗，带互咱真无共款的礼拜的气氛。其实今仔日其实牧师若有一领迄落原住民的迄落外套啦吼。今仔本来要穿迄束外套吼来讲道，但是我是烦恼讲以后若拄着妇女主日的时阵吼，我着比较较麻烦吼。所以今仔若是正宗吼，甲大家分享吼，但是主要是咱是要分享上帝的话，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我，互阮伫你的面前安静。特别是要透过你的话，阮的心要得到透放。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有属灵的知觉，互阮有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照安尼去行。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伫咱人生的过程中间，有起有落，有时咱会真顺利，但是有时咱嘛会拄着困境。所以当咱伫人生拄着问题、拄着困境的时阵，其实咱拢真期待讲，有一寡人会当真做咱的帮衬。一般人会称这人做做贵人，我人生中间的贵人；某人会当将伊称作天使。但是我来称作是咱生命中间的分享者。当咱拄着困境的时阵，这人真做咱的帮衬，互咱得到真大的稳定，互咱伫困难中间会当得到支持，互咱超越迄个困难。所以咱拢足仰望讲，咱生命中间有即款的人。但是咱倒边来想，如果你来当真做即款的人，真做别人的祝福，其实嘛是一个足大的稳定。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4个理由。这四个理由，互咱真做一个分享者，互咱激励咱真正会当用咱的生命真做别人的祝福，是咱真做别人的天使，真做一个分享者。第一个理由，就是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咱拄则所读的第2段经文，这是保罗先生有一
伊要离开以弗所的时阵，伊招这个以弗所的正长老，然后来勉励，然后特别来因交代，讲你毋通袂记即爱常常温群做工，去帮助遐弱势者，然后爱记主耶稣基督，互咱的教训就是，互人的比甲人体较有福气，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互人诶会比甲人体较有福气。一般咱来讲咱若互人诶，表示咱爱付出，付出就爱顺心嘛。达人体咱会得到，得到就是会当享受稳定嘛。照你讲是得到诶，比互人诶会当较有福气。但是主耶稣基督对另外一个角度对咱讲，讲你互人诶其实是比甲人体较有福气。为什么安尼？有真侪人有讲无共款的理由。比如讲第一种，有人认为讲互人诶比甲人体较有福气，是因为互人诶通常是比甲人体人有较侪资源嘛。已经先享受这福气，享受这资源，因为咱有资源，所以咱会当甲别人分享嘛。所以互人诶其实是比别人体、甲人体较有福气。这是第一种看法。嘛有人解说讲，其实伫咱付出的过程中间，咱会比别人得到较侪平安甲喜乐。其实咱若有咧帮助人的人，咱拢知啊。当咱若有一个人因为咱来帮助，伊的生活得到改变，伊的困境得到解决，咱心中会感觉足欢喜，甚至会比迄个人较欢喜。咱会充满一种平安喜乐的感觉。因为咱帮助别人，咱感觉咱有成就，咱有路用，这是第二种看法。但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代志。为什么互人的比甲人体较有福气？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咱的上帝就是一个不断付出、不断互咱的上帝。咱看见上帝就是一个供应者嘛。自咱出世的时候，咱双手空空来到这个世间，上帝就安排真侪人，透过伊本身来供应咱的需要，互咱富足，帮助咱，疼咱，互咱会当长大成熟，互咱有能力会当发展，而且发挥咱一切的潜能。所以咱所信仰的上帝就是这么伟大啊！为什么咱爱来到圣殿敬拜伊、服侍伊，甚至咱将全人献予伊？因为上帝遐尼疼咱，伊无留长好物无互咱，甚至上界宝贵的互咱。咱看见着这段经文，咱拢足清楚嘛吼。上帝遐尼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予因，互一切信伊的无至到灭亡，反得着永远活。所以上帝无保留任何物件，甚至伊上界疼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拢赏赐予咱。所以上帝就是一个供应者嘛，伊是一个完全付出的上帝。咱再来看圣经耶稣，上帝的囝。为什么耶稣是历史上上界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耶稣会永远存在伫咱的心中，成做咱众人的救主？关键是在于伊甘愿为着咱付出一切，放下家己，甚至将伊的性命献予咱。所以咱看见着保罗安尼讲，伊讲愿恩惠、慈爱、平安对爸上帝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归乎恁。基督照咱爸上帝的旨意，为着咱的罪放下家己，为着救咱脱离这个罪恶的世代。所以咱看见着，无论是圣爸上帝，也是圣囝耶稣，伊拢是一个供应者，完全付出。如果咱今日成做一个分享者，其实就是咱会哪来哪亲像天父上帝，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哪来哪合上帝的心意。咱合上帝的心意，这是上界大的人生一个福气。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互人爱比甲人体更好福气，这是主耶稣基督予咱的教训，咱来记伫心中。第二项。为什么要成做一个分享者？有一个足重要的理由，就是讲，
伊是咱生命中间上界美好的代志，诚做别人的天使，诚做别人的祝福，这是世间中间上界美好的代志。我顶礼拜有咱咧分享信息的时候，我有讲过，咱的生命拢是有限，而且短暂，而且无确定性。咱每个人拢只有一生的时间尔，咱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去过咱的一生。我认为有3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清清彩彩，浪费你的人生，这就是我的后生不是老讲少年人拢讲叫做耍废啦，就是讲你即摆咧创啥？我咧耍废我都无代志通做，我伫开我的人生啦，浪费人生。但是有时阵咱耍废袂要紧，但是你若一世人拢耍废安尼就惨啊！浪费你的人生，无采咱的生命遐尔宝贵，咱安尼来浪费掉。第二种就是自私自利，拢看家己的需要，追求家己的人生的计划、人生的理想，尽完家己的责任。可能有个人达到目标，伊感觉真快活，就过了你的人生。这是第二个赞处。但是上界好的一种人生，上界美好的一种人生，就是讲，咱真知咱的人生是有限、短暂、无确定的。但是我就是要用尽所有的办法，热情甲别人分享，来经营咱的人生。这款是上界有意义的人生。你要选择倒一款？咱的生命长短，咱无法度按算，但是总是咱知影。咱总有终局的一天，有活过较久，有一天嘛会结束。顶礼拜有大家讲过，生命无在伫长短，是在伫伊的品质甲价值。咱要活了上水、上有意义的生命，就是你要认真去经营，热切去分享。安尼你的生命会哪来哪水，至少会带来下面2种效果。下面2种效果。第一种，就是咱会当伫咱的人生留落分量。如果咱会当真心去成做一个分享者，成做别人生命中间的天使，安尼咱会当伫咱人生留落一寡分量。这是互咱的生命充满价值。拄则讲迄个投资经营，就是你生命的投资大大得到利益。咱拢参加过个别式。个别时阵，咱看听书单内底拢有一页会写个人的录音对吧？通常个人录音拢是别人来写的。你将来要安怎写？就是在你伫生命中间留落一寡分量，值得别人来你纪念啊。人拢会写咱伫生命中间到底有做过啥物代志，互人深深有印象。这是咱生命的价值。其实咱若认真去体会咱就会通真心知譬如讲牧师，永远我无法度袂记得，遐伫我生命中间做过投资的人，因用因的生命的热情甲我分享。我的老母、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牧师，因拢捌用因的生命的热情甲我分享，诚做我的帮衬。当然，有人爱摕到我的牧师娘啦。我的牧师娘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叫我消遣，原来是我生命中间的天使。当然各位拢是相共。我虽然打来双年教会无到3档的时间，我嘛体会到咱中间有真侪人诚做我生命中间的天使。我拄着困难的时阵，有人安慰我；我破病的时阵，有人关心我。来陪伴我，这我拢记伫心内。而且咱共同伫即个所在做梦，咱民望讲有一天双年教会会当安怎做来荣光上帝。这拢互我的生命中间充满了丰富的色彩。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要安怎过？就是咱会当尽力去过，诚做别人生命中间的一个祝福的时阵。对伫咱的人生的过程中间留落一寡分量，这对咱来讲是非常有意义。
伫旧年我去到台南调开咱去开咱长老教会总会我有一个老朋友，伊20几档无见面我伫遐甲伊见面。伊是我伫大学的时阵一个团契的朋友。伊是马来西亚的侨生阮毕业了后，就拢失去联络伊后来伊做牧师，我嘛做牧师，阮拢互相毋知。倒有一个机会阮联络着知影伊要来开即个代表，因为伊旧年是做马来西亚因迄个中会的议长，所以要代表教会来甲咱做伙开总会所以我知影即个消息了，我就招一寡阮大学时阵团契的朋友做伙来聚餐大家伫遐分享，我足欢喜的，咧想过去的代志。咧食饭的时阵，伊分享一件代志伊讲伊迄个时阵伫台湾做学生咱知影学生拢是生活真善价特别伊爱厝邻寄钱来有时厝邻若较慢寄哇，伊伫遮就真安尼经济上就有问题伊讲有一遍因为阮迄阵拢住伫迄个台南大专中心的宿舍伊讲有一天暗时来找我甲我分享讲因厝邻已经一段时间无寄钱来所以即摆拢无所费毋知要安怎。伊讲迄个时阵我拢对我的皮包摕1000块互伊啦帮助伊度过2礼拜的生活其实即件代志我完全袂记起啦伊咧讲的时候，我若毋敢相信，讲我迄阵可以遐尼慷慨因为我平常时间足当生足欠的迄阵迄1000块是迄20几档前、30档前是对学生来讲是非常大的钱。我迄阵去学生餐厅食饭一顿较20几块、30块尔我无想过我会遐尼慷慨伊咧讲我其实是无啥会记起但伊讲安那亲像是真的所以我就相信啦我上个感觉我感觉真不可思议，就是讲过遐尼久伊犹原会记起。我甲伊中间因为一个简单的帮赞，就伫彼此中间留了生命的分量，而且伫伊心中永远无袂记起。所以真做别人天使真做别人的祝福，会为着咱的性命留了一寡分量，带来一寡影响。这足有价值的，因为人会来笑脸。但是咱中间可能有一寡人讲，牧师我不是去人帮助，我想讲伊拢可能袂记起啦，拢无咧提起安尼若袂要紧，因为咱阁有第4项，因为咱如果真做别人的天使，真做一个分享者，咱可能会叫人袂记起，但是咱会伫永远中间被上帝纪念。咱来理解咱的生命的价值，毋是简单活踮伫遐，因为咱得到祝福的人的心中，咱同时也因为祝福别人，会当伫永远的中间被上帝纪念。这是咱上界大的一个福气。是咱拄则所读的经文的第1节，就是马太福音书25章，咱是对34节开始读对无其实咱来对31节开始一直读到落尾这是耶稣基督咧讲最后审判的时阵的情形。伊讲最后审判的时阵咱人会被耶稣审判的耶稣分做2个部分亲像牧者咧分绵羊同款。伊讲当迄个时阵耶稣要对正平的人讲得到我的爸赐福的人，恁来承受迄个创世以来就为恁备办的国度。伊个人会得到福气为什么？因为耶稣讲，因为我要恁互我食，喙焦恁互我啉，我流落异乡恁收留我赤身裸体恁互我穿，我破病恁照顾我坐家恁来探望我。迄时阵义人感觉奇怪，主啊，阮拢无做过遮代志当时看你要互你食，你喙焦互你啉，什么时阵看你流落异乡来收留你？你什么时阵赤身裸体互你穿？你当时破病坐家，阮去看你呢？这义人感觉奇怪，但是主耶稣要讲，
讲我实实甲恁讲，既然你为我军队这中间上界微细一人所做，就是做伫我的身躯顶。亲爱兄弟姊妹，这段经文吼，值得咱好好来反省。因为咱知，咱得到救吼，被称作义，是因为咱的信心对无？但是真正的信心是爱有行动的，真正的信心是爱有听的行动。意思就是讲，真正的义是为着遐上界卑微、上界微细的人付出听的行动。主要所讲，这就是做伫伊身上。为什么？因为咱知，主要所基督就是甲遐受苦的人同受苦。伫因的苦难中间，主要所基督甲因做伙，所以当咱去帮助遐痛苦的人，就是帮助主要所基督相款。即兄弟姊妹，咱常常认为讲啊，我的人生爱做一寡大的代志，来互人纪念，来互上帝娱乐。但是咱却毋知，往往伟大的代志，毋是对人的眼光来看，是对上帝来评断的。所以，如果咱若学习，对上界微细的代志开始，咱可能会当成就上帝眼中看做大的事。咱也爱明白，伫上界微细的代志，尽咱的能力，互人帮助。哦，这对咱来讲，投资是上界大的，是值得咱做的。因为咱尽咱一世人的气力，敢是就是要互主娱乐？咱用尽办法，敢是？会当得到，互主得到荣耀嘛？你看，上帝互咱遮尔简单的达成心愿，咱只要愿意下决心，伫今仔日，咱就诚做一个分享者，奉献出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能、你的性命，来帮助别人成功，互别人得到福气，安尼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今仔是咱的关怀主日，咱特别要为着原住民的传道书来奉献。我记得我大学，还是讲做学生中心的工作者的时阵，我有时吼伫寒暑假的时阵会带学生去甲原住民的所在，甲因做伙生活，对因做一寡文化的交流。我有时阵看到原住民的传道书实在是真辛苦，因除了家己牧会以外，为着要维持家己的生活，维持家己的生活，因必须要搁爱做事。爱工作，我捌对原住民的传道书去家己伊家己的田去遐种植，看见伊辛苦的一面，所以咱的教会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关怀主日？就是希望透过咱做伙的分享，帮助这需要的传道书，因咱得到一寡资源，减轻因一寡负担。虽然毋是真济。但总是因为咱小小的一项作为，会当带予因真大真大的鼓励。另外，其实咱有足侪方面会当参与，譬如讲，咱今仔看到今仔下晡3点，英文牧区有办一个活动，伊请今年即个台北书展得到首奖的一个作者伊咧关心即个无家者就是讲咱讲。流落伫街头，即个街友，伊当时咧关心出一本册，伊来分享伊所做的工作。咱若去参与，咱过去毋知影即个代志，咱嘛毋知影参与。咱若去听、去了解，咱就会当透过咱小小的一个作为，成做一个真大真大对别人的祝福。咱今仔开始，把握咱的时间，有人需要安慰的时阵，咱讲几句鼓励的话。有人病痛的时，咱来关心，来替祈祷，拢会当带予别人真大的祝福。对这个代志开始做，咱会当领受真大真大的祝福。愿上帝帮助咱，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互阮激励。恳求主你，互阮接受你交代阮的使命，成做一个分享者。互阮会当带予别人祝福，也互家己得到恩典。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